Suki 而家介紹俾你呢一個單位咧係全新裝修，咁你見到啦，所見即所得，150平嘅橫廳設計，但係佢又係做到南北通喎，廚房三件套全部有齊晒，同埋廚房出去都有一個露台嘅，加上廳呢個露台超級大啊！喺呢度可以打埋高爾夫球。咁佢就有4個房間咧，其中2個房間咧就擺到有床嘅，另外2個房間咧都做咗衣櫃俾你，但係咧就要你自己去諗下係做書房啦，或者係做房間。咁呢一度咧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係套間嚟嘅，全部係啦，衣櫃有啦，床有啦。同埋佢洗手間超大，呢一度咧係中山西區。咁小朋友讀書嘅話咧，就係讀廣豐小學嘅。咁我哋呢度去到中山北站啊，跟住去到三武啊。咁如果係有啲咩同學生去到中醫院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同埋咧呢度150平，但係咧包埋全屋裝修啊，先135萬咋，首期嘅話10幾萬咁樣子咯。你有冇身優啊？嗱，喺下邊留言俾阿 Suki 咧。